審計報告指部分直資學校財務混亂，甚至違規將金錢當投資。星島日報指，雖然學校唔係用政府資金，但既然享有政府資助，又使用家長所繳交嘅學費，都應該向公眾清楚交代。直資為增加學校自由度提供彈性辦學嘅原則本身冇問題，最重要係自由唔等同冇規範。審計報告暴露嘅灰色地帶，教育局要借鑑參考，全面檢討直資學校制度嘅運作，確保學校嘅金錢得到合理運用。至於一啲財力雄厚又希望享有高自由度嘅學校，係咪仲要政府資助呢？同樣值得檢討。明報就指出，由部分學校帳目睇到，學生簡直被當成搖錢樹一樣，相關學校不但違反教育局規定，更可能涉及違法。呢啲直資學校辜負當初直資政策辦學嘅初衷，教育局監管不力亦難辭其咎。家長同公眾要有知情權，教育局應該公開呢啲不當情況學校嘅名單，以及全面檢討直資計劃。而為重建直資學校嘅名聲，執法部門例如廉署亦要介入調查，揾出害群之馬，徹底整頓直資學校嘅流弊。內地物價飛漲，國務院常務會議後宣布必要時出手干預生活必需品價格。信報認為，政府管制物價等同人為壓低農產品賣價，削弱農民生產積極性，市場供應亦會更少，價格自然被推得更高。呢啲咁顯淺嘅道理，對物價改革有豐富經驗嘅中國政府會否明白？但明知不可而為之，國務院更高調指必要時干預價格，可以睇成政治上安定民生嘅動作，唔會收到實質成效。要理順物價，唯一辦法就係增加供應同埋平衡供求，其他措施頂多借臨時性質，或者純屬阻嚇，作用不大。經濟日報就話，中央深知限價令只能治標，但至少可以暫緩民怨，換取時間着手治本，即係收緊過於寬鬆嘅銀根。通脹其實係鈔票過度印發嘅問題。內地10月廣義貨幣供應同新增貸款都嚴重超標，凸顯出貨幣同信貸失控，就係通脹失控嘅根源。故此，中央勢將多管齊下收緊銀根，包括增發央行票據、提高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同埋力壓新增貸款等。本月內更大可能再度加息。